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新來賓早晨，歡迎大家參加今日嘅主日崇拜。感謝神，佢賜俾我哋有雨水去滋潤大地，又賜俾我哋有太陽去溫暖人心，更加將佢嘅愛去包圍住我哋。我哋要上存感恩嘅心，願意每一天都將最好嘅獻俾我哋嘅天父上帝。現在讓我哋先安靜喺我自己嘅座位上面，預備我哋嘅心靈去敬拜神。求你使我們得見你的慈愛，又把你的救恩賜給我們。我要聽神耶和華所說的話，因為他應許賜平安給他的子民，給他的聖民。但願他們不要轉向愚妄。他的救恩的確臨近敬畏他的人，使他的榮耀住在我們的地上。讓我哋同心嘅禱告。親愛嘅天父，你創造天地萬物，你又賜俾我哋有生命氣息。神，你實在係何等嘅偉大、榮耀、可畏！你們又因為憐憫，不輕易發怒，且有豐盛嘅慈愛。因着你獨生愛子耶穌基督嘅寶血，我哋嘅罪得赦免，使我哋可以坦然無懼嚟到你嘅寶座前去敬拜你、親近你。父啊，求你幫助我哋放下一切重擔，脫去一切疲累，讓我哋嘅心聚焦喺你面前，而求親愛嘅聖靈自由運行喺我哋當中，讓我哋能夠聆聽神嘅聲音，被神嘅話語去澆灌，被神嘅愛去充滿，以致我哋有力量去行前面嘅路。主啊，求你祝福今天嘅聚會，悅納我哋對你嘅敬拜，一切榮耀頌讚都歸俾我哋天上嘅父神。禱告奉救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而求，阿門。神啊，你係萬王之王、萬主之主，當受敬畏。會眾請起立，讓我哋同心去敬拜、去讚美我哋嘅耶穌基督。耶穌基督，你是王，你是萬有的主宰，權柄榮耀歸於你，因你舉手極大讚美。願讚頌歸於坐在寶座羔羊，唯有你是獲得的救主，復活的主，全然得勝，你是配得榮耀尊貴頌讚。基督，你是王，你是萬有的主宰，權柄榮耀歸於你，因你舉手極大讚美。
然得勝。你是配得榮耀尊貴頌讚。我的心一心只向他讚美，是我主，天天都當我的蔭庇。無論我遇困苦抑或被壓欺，他都總給我安慰，伴侶沒困避。我的口一生只向他讚美，是我主，於黑暗苦痛中把我救起。勝敗勝負再沒法可料到，我的愛與樂，深信只得主是最美。同心中唱哈利路亞，創造我的主，曾經為我死是耶穌。同聲和唱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全地跪拜，因他是最美。我的心一心只向他讚美，是我主，天天都當我的蔭庇。無論我遇困苦抑或被壓欺，他都總給我安慰，靈裡沒痛悲。我的口一生只向他讚美，是我主，於黑暗苦痛中把我救起。勝敗勝負再沒法可料到，我的愛與樂，深信只得主是最美。同心中唱哈利路亞，創造我的主，曾經為我死是耶穌。同聲和唱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全地跪拜，因他是最美。同心和唱哈利路亞，創造我的主，曾經為我死是耶穌。同聲和唱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全地跪拜，因他是最美。全地跪拜，因他是最美。會眾請坐。請我哋同心祈禱。仁慈信實嘅天父，你係偉大嘅創造主，你係深愛我哋嘅天父。我哋感謝耶穌基督為我哋嘅捨身，成為奴僕嘅君王，為我哋嘅罪死喺十字架上邊，好使我哋能夠罪裏邊得到赦免，與神復和。你嘅施嘅恩典，經常與我哋度過我哋快樂同憂愁。但係我哋成日都犯罪去得罪你，忘記咗神你嘅大使命，我哋靈命倒退，求主原諒去赦免，求主更新我哋嘅心，好使我哋能夠與主去結連，求主去保守同埋帶領我哋嘅前面嘅路程。雖然有難處，世界變幻，但有你嘅恩典就足夠，我哋能夠靠喺主裏邊係最好嘅福氣。主啊，我哋願意學習用一生去愛你，忠心侍奉主，願主得到最大嘅榮耀。我哋咁祈禱交託，係奉我主耶穌得勝名字祈求。親愛嘅主耶穌，感謝你謙卑降世拯救我哋。你本有君王嘅形象，但你卻彰顯奴僕嘅榜樣。願我哋活着嘅每一天都能夠活出你嘅樣式，遵行你嘅旨意。你道成肉身為人子，人藏榮耀，甘心入世，謙卑捨己服侍人，
所主，我得永生。這是我神，路不君王，他召我現在跟隨他，令我生命每日獻上自己，敬拜這位路不君王。在那流裏園子裏，我的重擔他全背起，他悲痛流下淚說，為着你知不照我意，這是我神路不君王，他召我現在跟隨他，令我生命每日獻上自己，敬拜這位路不君王。來看他手腳的痕，就能明白他的救恩，像扛重承受的手，甘心被釘為我受苦，這是我神路不君王，他召我現在跟隨他，令我生命每日獻上自己，敬拜這位路不君王。讓我們學習他樣式，生活舉止以主為先，彼此所需可選擇，為着基督我們服侍，這是我神路不君王，他召我現在跟隨他，令我生命每日獻上自己，敬拜這位路不君王。父，你對我哋嘅愛實在係長闊高深，無法測度。願我哋能夠學效你嘅愛，盡獻己，先施予，彼此相愛，同心侍奉。主的愛沒法猜透，為我死是拯救，基督捨罪友，為眾罪人犧牲。降下凡塵受苦困，讓眾生得拯救，恩典永伴隨，靠主得勝和困。我願能除下冰冷，用愛心相關顧，相主以熱誠，愛中真摯溫暖。我能學效主愛，盡獻己先施予，今彼此親愛，人生感你大愛。主的愛沒法猜透，為我死是拯救，基督捨罪友，為眾罪人犧牲。降下凡塵受苦困，讓眾生得拯救，恩典
永伴隨，靠主得勝和強。我願能除下冰冷，用愛心相關顧，相處以熱誠，愛中真摯溫暖。我願能學效主愛，盡獻己先施予，今彼此親愛，因心感你大愛。我願能除下冰冷，用愛心相關顧，相處以熱誠，愛中真摯溫暖。我願能學效主愛，盡獻己先施予，今彼此相愛，因心感你大愛。今彼此相愛，因心感你大愛。而家係讀經嘅時間。今日我哋要學習嘅經文喺腓立比書第2章5至11節，請聽小弟讀出：你們要基督耶穌的意念為你們的意念，他本有神的形象，卻不堅持自己與神同等，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僕的形象，成為人的樣式。既然有了人的樣子，就自甘卑微，順服至死，甚至死在十字架上。因此神使他升為至高，賜給那超越萬名之上的名，好讓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一切都因耶穌的名屈膝，並且萬口都宣認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於父神。聖經讀畢，今日有我哋本堂謝建新牧師嚟到當中證道。今日信息就係走一條顛覆的道路。我哋有請謝牧師。又帶領我哋一班屬佢嘅兒女一齊喺主日嘅時候翻教會敬拜我哋嘅主，我哋嘅神。過去一星期你哋好唔好啊？好啊，感謝神。咁啊，有啲弟兄姊妹又要出外旅行啦，有啲弟兄姊妹出外旅行探親啊，喺途中或者有啲平安翻咗嚟啦。當然我哋都有啲弟兄姊妹咧，啲親友嚟探佢哋啦，咁啊就可以共享天倫之樂嘅時間啦。亦都有啲弟兄姊妹啲親人又探完咯，走咗咯，就即刻鬆晒啦咁樣。呢個實在都係神賜下嘅恩典嚟嘅。咁啊，上星期咧我就收到一份咧佈道會嘅宣傳單張。單張入邊咧清楚講明咧嗰啲即係嗰啲對象係適合嘅青少年人參加。咁亦都係鼓勵嗰啲弟兄姊妹咧把握機會咧努力邀請嗰啲適合對象啊，青少年人參加啦咁樣。咁啊，可能係你嘅仔女啦、學生啦、同事啊、同學朋友等等咁啦。咁啊講完咧就係其實咧係我哋所認識嘅弟兄嚟嘅。蔡志輝弟兄記唔記得？蔡志輝弟兄咧早幾年咧係佢澳智專上市嘅集團創辦人啦。咁啊早幾年佢嚟過我哋教會講分享信息啦，亦都做咗啲佈道聚會啦。呢個單張吸引我嘅地方咧，除咗講完我哋即係我認識之外咧，咁啊仲有係福音對象啦，因為係講青少年喎，係咪啊？我哋係咪需要多啲青少年人翻嚟啊？係咪啊 ？OK， 咁啊，因為在座當中咧，其實我又覺得就係大部分咧都係經歷過我哋青少年時期係咪啊 ？OK， 咁啊，其實我哋又會明白喎，青少年處於係一個求知慾旺盛嘅時期。佢哋嗰啲時期係佢哋會揾自我身份啦，究竟我即係又可能咧對人生嘅目標啊、意義啊感到迷惘啦，係咪啊？時常都會問啊，人喺邊度嚟啊？點解要為咩而活啊？死咗去邊啊？世界有咩苦？點解要有苦難啊？人生到底有冇其他嘢咧？咁樣咁啊？呢啲嘅種種嘅關於生命嘅問題，其實你同我咧喺年輕嘅時候。有冇問過㗎？你問過呢個問題未㗎？冇問嘅，你哋個個都好聰明㗎。OK，
我哋一定會問呢啲問題啦，係咪啊？咁不過我哋係啦，我哋問過呢啲問題。不過而家就想即係可以咁講啦，無獨有偶啦。今早我哋講題都係講係走一條顛覆嘅道路啦，係咪啊？似乎係正正回應呢個人生路應該點樣走啦，係咪？不過值得大家留心注意嘅就係咧，即使咧你唔係講員咧，你唔係蔡志輝弟兄啦，係咪？咁其實咧我哋其實咧都好有大嘅機會咧，係需要回答呢啲重要問題。咁人生路究竟點樣走咧？咁樣，因為你唔係講員都好啦，你啲仔女會問你嘅，係咪？你話仔女唔會問我嘅，咁問啲咩咧？咁死啦！OK，咁呢啲咁重要問題，你仔女唔問你啫嘛，可能你要反省下咁 OK。咁甚至仔女唔問你，可能而家已經係啲孫仔孫女問你咯喎。OK， 因為而家係咪啊？我哋已經經歷咗好耐啦，係咪？咁佢問你啲問題，類似嘅問題，咁我哋要問你預備咗點樣回答未嘅？或者過去嗰幾十年你都係烏下烏下咁又過咗 OK。咁咧其實需要特別我哋信咗主嘅人需要預備回答，因此咧今早要學習呢個主題同埋經文咧，就真係對我哋嚟講好重要。我記得咧，我年幼嘅時候咧，我阿媽咧時常都咁樣提我哋兄弟姊妹，佢話你努力讀書啦，讀好書嘅話咧，攞好好成績，跟住做咩啊？你阿爸阿媽冇咁教你嘅？咁你考下做政府工，政府工嘅鐵飯碗，就即係唔會乞米㗎啦。咁 OK， 即係我阿媽，即係時常好細個時常講咗好耐，都係咁講嘅 OK。咁當然啦，母親嗰時係未認識主，亦都唔相信救主啦，所以可能佢所集中嘅或者所注意嘅嘢都係眼前現實嘅人生啦，係咪啊？冇考慮過，冇理會過終極嘅關懷或者終極嘅嗰個真相啦，咁啊。今早咧，我哋就透過使徒保羅咧嘅教導啦，或者我哋一齊去回答人生應該如何走呢個問題咧，或者學習之先，我哋再次祈禱，好唔好？我哋同心祈禱。主，我哋多謝你愛我哋，多謝你俾我哋有聖經，我哋更加多謝你俾我哋喺主嘅時候懂得翻嚟教會敬拜。但係嚟到你跟前，我哋仍然求你饒恕赦免我哋嘅罪，因為我哋好多時都冇順服你嘅教導，好多時我哋都係偏行己路。但係今早我哋要思想一個關於人生路應該點樣走，或者係走一個顛覆嘅道路嘅時候，就求你嘅靈去幫助我哋。以至喺嚟緊日子，我哋唔單單係走得正確，更加可以教導我哋下一代或者年青人應該點樣去走人生路。多謝你聽我哋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嘅名求。我哋都相信聖經嘅教導，我哋每個人都需要面對審判。所以生命唔係淨係單單去今生，淨係得今生。因此對比翻只顧喺今生嘅世人嚟講咧，保羅嘅教導就成為好似好顛覆咁，或者好奇怪咁樣，好異類。所走嘅人生路自然成為顛覆嘅道路。能夠要走呢個嘅顛覆嘅道路咧，其實必須留意下邊兩方面。第一個就係以基督耶穌嘅意念為意念，第二個就係要明白上帝為咗我哋做啲乜嘢。或者我哋先睇第一方面啦，以基督耶穌嘅意念為意念先啦。保羅教導我哋咧要仿效耶穌基督，你們要以基督耶穌嘅意念為你們嘅意念，要仿效就需要完全放下自己意願。讓耶穌基督嘅意願成為我哋嘅意願。其實完全放低自己咧，其實唔係淨單單模仿外在嘅行為，連內在嘅心智同埋價值觀都要轉化。今日咧，我哋嘅心是否仍然都係好自我中心，又或者係仍然渴望權力、地位、認同咧？即係如果即係如果信咗主10年、20年、30年、40年，仍然都係咁嘅時候咧，我哋仍然需要求神去赦免我哋嘅罪，亦都求聖靈去幫助我哋更新我哋。基督耶穌嘅意念係乜嘢咧？佢諗乜嘢嘅？基督耶穌佢降世第一樣嘢就係要順服啦，係咪啊？佢要被差啊嘛，所以第一樣嘢佢個意念就諗住要順服。可以咁講，佢嘅順服就取代咗佢嘅成就。
經文12節咁樣講，腓立比書2章12節，佢這樣看來，我所親愛的你們既然一直順服，就要恐懼戰兢，為自己救恩努力。不單我來到你們當中嘅時候要這樣，現今我不在你們那裏，你們更要這樣。順服係可以咁講係最無能嘅表現，係完全放低個人嘅意願，完全按照神嘅吩咐去做。所以包維坤院長咧，佢從保羅所寫嘅羅馬書指出咧，佢話羅馬書咧其實由開始至結尾咧，都係用呢個嘅順服嚟説明信心。整卷書嘅重點都係順服。咁當然講，我哋成日講嘅因信稱義，原來即係包院長另一個嘅提醒就係原來順服就係説明我哋嘅信心。或者我哋睇羅馬書1章5節咧，佢咁樣講嘅：藉着他為了他的名，我們領受了恩典，成為使徒，要在萬族當中使人因為相信而順從。去到羅馬書最後尾嘅時候，亦都要再講一次。羅馬書16章26節佢話：但是現在藉着眾先知所寫的，照着永恆神嘅預旨，已經向萬族顯明出來，使他們因為相信而順從。咁所以咧，我哋係解答咗我哋好多嘅問題。因信稱義，信咗就得啦，係咪信得切得嘛？你唔使問呢啲問題，因為原來順服就係表明你嘅信心。即係耶穌叫你咁做，你就做噶啦喎，係冇假講嘅。聖經講咗係咁就咁嘅咯。因此羅馬書講係一個叫人順服嘅福音。相信只不過係一個方法，為要達到順從或者順服。保羅教導我哋要相信神，必須係以順服、順從神嚟表達。忠心奴僕嘅表現應該係乜嘢咧？唔係相信，而係順服。他要做最重要嘅事情係咩咧？就係要順從主人。其實今日都一樣，我哋要順服神，就係承認神嘅地位係高過我哋嘅地位。佢只係神，我哋唔係。12節當中嘅經文講咧，佢話提到咧為自己嘅救恩努力咧，呢度咧唔係指到咧靠行為得救啊，而係要我哋咧努力嘅去達至到完全無能一無所有嘅地步，就好似耶穌基督一樣，用自己嘅意願去放棄自己嘅自由，順服至死，好叫神得着我哋。其實我哋諗下，其實神今日有冇得着你啊，或者得着我哋啊？有時都未必嘅喎，因為神係叫我哋咁做，但係我哋冇咁做。我哋係知嘅，但係我卻唔做。耶穌基督勝過撒旦魔鬼嘅試探，係基於佢嘅意念啊，順服。甚至喺十字架前，即係頭先詩歌有唱啦，喺客西馬尼園嘅流淚禱告嘅時候，啲汗流晒落嚟之後，佢願意成就父神嘅旨意，同樣係佢嘅意念，順服。呢個亦都係保羅喺監獄入邊傳講嘅福音，係一個能夠改變世界嘅福音。耶穌基督同埋使徒保羅同樣係走一條顛覆嘅道路，犧牲自己嘅自由，獻上自己嘅生命，咁樣就能夠改變呢個世界。事實上咧，新約聖經咧收集咗咧多首嘅詩歌，不過有時我哋又未必即係去了解明白。係呢啲詩歌都係以基督為中心嘅。咁啊，好似我哋好熟嘅約翰福音啦，1章1至18節咧，呢個係詩歌嚟嘅。佢講到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這道與太初與神同在，萬有藉着他而造，凡受造的冇一樣係唔靠佢嘅。跟住又講一個嘅即係見證人啦，施洗約翰啦。講到咧呢個光嚟到世界係普照世人嘅真光，佢喺世上咧，世界一直藉着他做的。但係可惜咧，世界唔認識佢，佢又嚟到自己地方，自己嘅人又唔接納佢。不過呢度講得好清楚，接納佢嘅、信佢嘅名咧，佢就賜佢權利成為佢嘅兒女。
咁我哋有呢個詩，呢個讚美詩亦都講到咧，道成咗肉身啦，住在我們中間啦，我哋見過佢嘅榮耀啦，正是從父而來獨一嘅愛子嘅榮耀，充滿咗恩典同埋真理。係嘛？呢首詩去最後尾講到咧，從來沒有人見過神，只有那位本身就是神，在父懷裏嘅獨一愛子，把神彰顯出來。另一首嘅早期嘅詩歌喺新約聖經入邊嘅咧，就係歌羅西書啦，1章15至20節啦，都呢個亦都係以基督嘅為中心啦，講到佢係長子啊，一切造物之上啊，即係話俾我聽介紹啲耶穌咁樣。最後尾講到好重要就係並且藉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嘅血，就成就了和平，使萬有無論係地上還是天上的，都藉着他與神和好。甚至咧，今早咧，我哋要學習嘅經文啦，當中嘅腓立比書啦，2章6至11節啦，咁呢首都係以基督為中心嘅聖經新約聖經收集嘅詩歌嚟。呢三首嘅初期教會嘅詩歌都係強調耶穌基督嘅神性，亦都係初期教會喺主日聚集嘅時候咧，時常用嚟歌頌讚美耶穌嘅詩歌。因此咧，當時嘅羅馬省長佢叫做小皮里紐咧，佢就寫信俾當時嘅羅馬皇帝啦，就話俾佢聽，解釋俾佢聽，點解佢要逼迫呢班嘅信徒嘅原因。佢話咧，就因為呢一班嘅信徒咧，每逢星期日就聚集埋一齊，就用呢啲咁嘅詩歌咧讚美歌頌耶穌為王。咁啊，已經呢度已經有羅馬皇帝，點解仲有另一個王咧？咁所以佢哋要逼迫佢哋啦。OK，古時常用嘅詩歌歌頌神明或者係英雄嘅偉大，但係我哋睇翻呢個嘅腓立比書2章6至11節呢首詩歌咧，卻將耶穌嘅特別之處似乎係省略去或者係淡化咗。最低限度冇講到佢有大能嘅復活啦，係咪？呢首詩歌較為像講述一個奴僕嘅故事，強調係咩呢？耶穌嘅死同埋十字架，而呢個十字架嘅刑具唔單單係要人處死，更加係可以咁係徹底羞辱佢，奪去人一切嘅榮耀。事實上呢首嘅教會早期詩，呢首詩咧係一篇極優美嘅讚美詩，採用經過咗精細嘅雕琢嘅文字啦，藉着美麗嘅崇高嘅措辭啦，歌頌基督謙卑虛舉嘅榜樣。呢首讚美詩嘅信息內容啦，唔單單感化咗昔日嘅腓立比信徒，亦都感到歷代信徒，叫我哋咧唔自高，亦都唔結黨，係要追求基督嗰種謙卑順服嘅素質，彼此合一。至於詩嘅主要內容咧，就係耶穌基督貴為咧三位一體中嘅一位啦。佢甘願順從，即係從呢個尊榮退落嚟，放棄享受榮華富貴同埋屬天嘅權柄，甘心降卑成為上帝嘅僕人，苦就卑微，甚至死喺極之羞恥嘅羞辱嘅性嘅刑具十字架上邊，完成咗上帝救贖世上罪人嘅工作。但係令人感到奇妙嘅話，或者驚奇嘅就係，正係因為基督咁樣降卑，上帝就將佢升為至高，超乎萬名之上，登上上帝永恆嘅寶座，成為榮耀嘅主。咁樣耶穌基督喺世嘅生活就成為歷世信徒生活嘅侍奉，同埋嗰種生活同埋侍奉嘅典範。我哋不如一齊睇呢首詩啦。呢首詩嘅上半部咧，先係描述基督耶穌從尊榮到卑微。經文大力注咁樣講，他本有神嘅形象，卻不堅持自己與神同等。耶穌基督嚟到世上，其實佢一早已經知嘅，佢都要為世人而死啊嘛，甚至係死十字架上。佢根本上佢已經預備咗接受羞辱。所以佢意念或者意願就係要完成救贖世人嘅計劃，彰顯父神嘅愛。因此佢不堅持同等。
古代咧嗰啲奴隸咧最期待係乜嘢？你知唔知啊？奴隸最期待係乜嘢？係咪自由啊？係咪啊？係，其實唔係自由，係咩啊？係平等。因為即使奴隸成為自由人都好啦，佢都未必得到平等嘅地位嘅喎，係咪？佢仍然會受牽制於以前嘅主人，因為當時嘅社會係由關係網絡組成。就好似有似我哋以前嘅中國嘅戶籍制度啦，係咪啊 ？OK， 不過你要夠咁上下年紀，你至明白中國戶籍制度嘅嗬。OK， 可能你而家後生都未明，但係如果你知道中國戶籍制度，你就知道要關係網絡㗎，係咪啊？你以為你自由就可以去做嘢，唔得㗎，其實佢有咁關係度。咁與此相反，就我哋發覺咧，耶穌竟然放低佢最寶貴嘅嘢，係咪？就係平等呢樣嘢，就係佢與神同等嘅地位。呢個好犀利啊 ！OK， 咁啊。其實我哋問翻自己啦，係咪啊？我哋會跟隨主咯，我哋是否願意放低我哋嘅權利咧？其實我哋喺世上好多權利嘅，係咪啊？我哋會唔會放低咧？接落嚟嘅就係無能嘅表現。經文咧就記載喺第7節，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僕嘅形象，成為人嘅樣式。既然有了人嘅樣子，究竟倒空自己，倒空係乜嘢咧？其實倒空唔係工作，而係一種表現，一種完全無能嘅表現。意思係咧，耶穌基督咧完全放低自己嘅能力，或者可以咁講啦，運用佢僅餘嘅能力去消除自己嘅能力，咁樣神嘅權勢就能夠顯明，使到耶穌基督升為至高。所以我哋要問自己就係：我哋有冇勇氣成為人中嘅僕人呢？咁樣經文第8節，佢話就至今卑微，順服至死，甚至死喺十字架上。其實呢度都係可以測試我哋今日我哋係咪謙卑嘅人？就要睇睇我哋係咪願意有啲權利可以放棄嘅人。值得我哋注意就係耶穌唔係被逼嘅，即係唔係被逼佢要放棄，或者即係唔係追求呢個即係放低權利，即係佢唔係被逼，佢係自願卑微嘅。不過我哋又留意，卑微唔係一種軟弱嘅表現。我哋睇到呢個卑微，耶穌卑微係愛嘅表現。呢首詩嘅下半部係可以咁講，係描述咧從十架到榮耀。不如我哋一齊讀呢3節經文啦，好唔好啊？準備開始。從十架到榮耀咧，其實帶出咗3個重點。首先咧就係救贖取代咗善功。呢首詩歌咧冇講述咧耶穌做乜嘢嘅，只係咧講述咧神做咗乜嘢。神差派愛子耶穌基督嚟去拯救我哋。所以呢首詩歌唔係講述一位英雄嘅事蹟，讓我哋去仿效，反而係講述一個奴僕喺一無所有嘅時候，神開始工作。換言之，佢唔係教導我哋咧要做乜嘢，而係告訴我哋神為我哋做咗乜嘢。因着基督耶穌嘅順服與犧牲，我哋就能夠得到救贖。因此我哋理應一生嘅歌頌榮耀父神。學校救主耶穌基督，佢嘅意念或者佢嘅一生都好啦，所做嘅全為要榮耀神。又其實我都可以仿效寫呢個腓立比書嘅使徒保羅，佢講得好清楚，佢活着係為着咩啊？為着主，藉此宣認耶穌為主，歌頌上帝。
從十架到榮耀，第二方面就係神使基督耶穌升為至高，是因為佢嘅意念，佢唔堅持自己與神同等，倒空自己，自甘卑微，順服至死，完成咗父神嘅旨意同埋計劃。所以佢做咗呢啲嘢，佢就能夠俾神升為至高。而詩歌最後咧就係講話俾我哋聽，使榮耀歸於父神。其實有詩歌教導我哋咧，真正榮耀係唔係我哋自己去爭取嘅。我哋成日諗住，我哋要多啲榮耀係咪？爭取唔到，真正嘅榮耀係嚟自邊個啊？係嚟自順服神啊！你順服神啦，耶穌基督俾我榜樣，你順服神啦，係神所想賜嘅結果。所以我哋就問就係我哋一生，我哋係咪好願意好似耶穌基督嘅意念一樣？即係一個意念嘅啫，就係要榮耀上帝。我哋要問就係我哋嘅人生，我哋生命，我哋跟隨咗主咁耐啦。我唔知你幾耐，有啲好短啫，係咪？啱啱初信主，有啲30年、40年哦。我40年噶，有冇40年多啲嘅？幾年你哋有啊？Daniel 讀舉手。OK， 好係啊。咁我就問，會唔會俾人見到基督嘅榮耀咧？從你身上。總結翻今日嘅信息啊！基督個生命其實正正展現咗一條與世俗價值完全相反嘅道路，唔係爭權奪位，而係自甘卑微、順服至死，甚至死喺十字架上，最後得着至高嘅榮耀。有一個治療癌病嘅醫生曾經遇過一個特別嘅父親，帶住一個5歲左右大嘅仔去接受治療啦，接受療程啦。呢個父親佢氣宇軒昂，每次嚟嘅時候佢嘅衣着同埋嗰個濃密頭髮都使到醫生同埋其他人都覺得哇，佢真係與眾不同，啲頭髮肯定多過我好多啦。OK。而佢嘅兒子亦都係時常都係帶住一個笑臉，十分討人開心。有一日，呢對父子又從呢位醫生嘅面前經過。唔同嘅就係呢個孩子冇平時一樣戴住頂帽啊。OK， 咁唔戴帽見到乜嘢啊？佢嘅發亮嘅禿頭就顯露喺眾人嘅眼前。咁啊，當醫生轉眼去望住佢阿爸嘅時候醫生更加係驚嘆得講唔出聲啦。因為同一時間就聽到呢個細路仔興高采烈地講：睇下我爸爸。佢爸爸點啊？跟住佢仲講喎，個細路仔，佢都剃咗光頭啊！定係睇我哋一模一樣啊！佢陪我，佢要陪我。佢要陪我嗰啲頭髮一齊生長啊！呢個小朋友嘅爸爸就喺一邊微笑，顯露佢微笑。呢位醫生後來講佢話嗰陣時我眼中我覺得呢個父親比過去更顯得更加出眾。耶穌本有上帝嘅形象，佢本有尊貴同埋榮耀嘅身份。但係為咗我哋，便嚟到呢個世界陪伴我哋一同走過人生一切苦痛，就好似呢個小朋友嘅爸爸一樣，走出悲情同埋走出永生。佢唔係高高在上，面目猙獰，不斷指責我哋。佢係嗰個願意放低天上尊貴嘅形象，取咗人嘅樣式嚟陪伴我哋一同成長嘅主耶穌。我哋作為跟隨主嘅門徒，其實係必須走呢一條，我哋可以講為顛覆啦。其實因為世人都淨係愛世界，係咪？我哋知道唔係淨係呢個世界轉眼就過啦，係咪？特別呢排嘅世界事情，你發覺無論戰爭或者加稅乜嘢都好，你發覺基本上就係好 crazy 嘅啦，係咪？我哋必須係要走呢條顛覆嗰度，你係以基督耶穌嘅意念為意念。
我哋要榮耀歸於我哋嘅父神，不堅持自己，卑微與順服。講到呢度咧，我就都想問大家，你懂唔懂得點樣回答？啲年青人問啊，即係人生路應該點樣走？答唔答到啊？都答唔到啊？答到嘛 ？OK， 不如喺結束之前咧，同大家分享一個最近一個嘅見證分享啦，好嘛？認唔認得佢係邊個啊 ？OK。呢幅相都好耐啦，10幾年前嘅啦。OK， 咁啊，上個星期咧，咁啊，Isaac 咧就好安排啦，開心啦，佢願意去到咧伯特利團個團契咧去分享啊。OK， 咁啊，其實咧真實嘅，事實上咧佢阿媽咧已經答咗佢人生路應該點樣走。OK， 咁啊，Isaac 咧嗰日咧就喺團契啦，好好啦，咁啊。有即係佢哋講英文啦，我哋啲姊妹們啊翻譯啦，咁啲姊妹唔好醒嘅 ，OK， 個個都識英文嘅，原來都 OK， 就所以明白佢講乜嘢啦咁樣，咁啊佢分享嘅係分享咩咧？就係佢雖然佢唔係講媽媽教佢走一條顛覆嘅道路，佢其實話俾你聽，佢阿媽話俾你聽人生路應該點樣走。佢簡單講咧，佢阿爸本身嚟講信耶穌係喺教會做長老，佢阿媽亦都係喺教會好多嘅侍奉。即係其實佢已經係第2代、第3代嘅信耶穌。咁咧，佢話俾你聽，6歲嗰時咧，佢已經決志㗎，好醒喎。6歲就決志，可能或者譬如我哋第2、第3代都係咧，啲仔女啊、啲孫啊，可能好細個已經決志啦。我屋企。咁但係佢話俾你聽，佢係點啊？係一個好乖仔啊？梗係唔係啦，攜仔咧。雖然6歲信耶穌啫，唔係代表係乖㗎嘛，係咪？好似我哋咁樣信耶穌，信咗幾十年都未必係真係完全順服㗎嘛，係咪？信服啲唔服啲咁樣都係一樣嘅啫，係咪？咁佢6歲嘅時候就信耶穌啦喎，跟住佢係好快嘅喎，咁但係佢講到咧15歲嘅時候咧，唔知點解佢話唔知點解安排咗一個嘅差傳晚會身邊呢啲嘅嘢咧，咁啊即係佢個講員呼召啦喎，你願意全職侍奉嗰個時候咧，你就起身行出嚟。佢唔知點解無端端好似起咗身就行咗出去咁樣嗰樣啲嘢。咁啊話長短説啦，佢講到咧佢媽媽咧就好開心。其實佢媽媽一直都好希望佢能夠點啊？能夠一生侍奉主，認認真真嘅侍奉主。所以佢無論去讀神學院啦，去進修啦，或者去到即係去真係即係佢未嚟呢個跨文化宣教機會之前咧，佢係喺一間教會做 youth 嘅 pastor 嚟噶嘛。咁去到做牧者咧，跟住上面按立啦，去機構做跨文化宣教。哇！佢媽媽都係繼續去支持，為佢禱告啊，各樣啲嘢好 support。即係佢爸爸媽媽都係好 support 佢，好重要。因為其實我聽過好多故事咧。好慘嘅，有啲話想讀神學咧，即使佢阿爸阿媽係喺教會係好高地位都好咧，佢只係話做第二樣嘢啦，牧師唔好做㗎，即係嗰類或者俾壓力佢啊個人啫。其實我回想翻我哋教會都好開心嘅，而家當中有啲就嚟做師母啊，有啲我哋下一代啊做師母啊，做牧師啊，或者出去讀神學，哇！其實咧好恩典嚟㗎係嘛？即係佢願意走呢條路，呢個顛覆嘅道路係咪？佢願意去全職去侍奉係好好係咪？咁啊佢咪所以就跟住就咪鼓勵伯特利團契啲弟兄姊妹咯。係啊，你而家升晒級㗎啦，而家唔係啲仔女問你嘅問題，可能啲孫啊啲侄問你嘅問題，人生路應該點樣走啊咁你咪有機會同佢講呢個真理咯。有機會話俾你聽，呢個係一個美好嘅路，係辛苦啊，但係好有意思係咪啊？生命唔係淨係單單呢幾十年。仲有一個永生，係咪啊？所以阿 Isaac 好啊，即係同我哋分享鼓勵，唔緊要㗎，以前未做，而家做咯。以前答得唔完整、唔完全，嚟緊你答，即係你預備點答完整完全。不過記住，你要答呢個問題嘅時候，你自己都要咁樣做喎。OK， 你自己乜嘢都唔服，咁你就好難話俾嗱，你要順服上帝啊。不過我就唔服嘅啫，咁樣咁冇咩嘅即係嗰個嘅影響力唔大啦，係咪？所以我哋好感謝神，係啊，呢條顛覆嘅道路或者人生係真係唔容易，但係其實而家好多嘅弟兄姊妹都係咁樣走呢條路，好願意去繼續學習順服謙卑。只要我哋願意咁樣做嘅時候咧，唔單單自己被祝福啦，弟兄姊妹受祝福啦，教會亦都可以興旺。如果我哋個個都話唔服㗎，
你繼續講啦，牧師，我有我做 ，OK。正如今早咧，弟兄姊妹即係問我：你隻眼點啊？牧師，我唔緊要啦，都係慣咗隻眼開隻眼閉啦，OK。即係慣㗎啦。咁其實我諗起上帝都一樣，都係隻眼開隻眼閉睇住我哋，因為我其實好唔服噶嘛，OK。咁但係我哋仍然求神憐憫我哋，幫助我哋，認認真真嘅學效主耶穌，順服謙卑，將自己嘅所謂嘅自由權利放低，去見證我哋上帝。我哋同心祈禱，主，我哋多謝你，多謝你再次用呢一首嘅詩歌，早期嘅新約聖經所寫嘅詩歌去教導我哋。冇錯，人生路唔係容易走，即使我哋走咗幾十年，仍然覺得好多挑戰同埋難度。但我哋又多謝主，多謝你教導我哋，需要係以耶穌基督嘅意念為意念，一生係要願意係榮耀你嘅名，唔堅持己見，學效主耶穌嘅謙卑同埋順服，以致我哋嘅生命能夠去榮耀你嘅名。因此我哋可以回答年青人下一代人生路應該點樣走。求你幫助我哋，多謝你愛我哋，多謝你教導我哋，奉主耶穌嘅名求，阿們。多謝牧師同我哋分享神嘅話語。願我哋每一個人行走呢條天路嘅時候，都能夠充滿住榮耀神、侍奉主嘅心態。現在讓我哋一齊去誦讀本週嘅金句。金句係記載喺腓立比書第2章10至11節。現在開始，好讓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一切都因耶穌的名屈膝，並且萬口都宣認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於父神。求聖靈幫助我哋，懂得去回應神嘅救恩，效法基督嘅謙卑，以基督嘅意念為意念，願意謙卑順服，作主忠心嘅僕人，一生努力傳揚福音，榮耀主名。耶穌基督是至寶，是生命中的美好。十字架是我的榮耀，一生都跟隨快跑。耶穌基督是至寶，是生命中的美好。十字架是我的榮耀，一生都跟隨快跑。我要順服，因為我愛你，無論何處，到哪裡都忠心。世界萬物都丟棄靠着糞土，唯有得着耶穌基督。我要順服，因為我愛你，無論何處，到哪裡都忠心。一生握住基督福音的託付，獻給耶穌我所有的全部。耶穌基督是至寶，是生命中的美好。十字架是我的榮耀，一生都跟隨快跑。我要順服，因為我愛你，無論何處，到哪裡都忠
要契合這份土，為要得救耶穌基督。我要順服，因為我愛你，無論何處，到哪裡都忠心，一生活出基督福音的託付，獻給耶穌我所有的專注。我要順服，因為我愛你，無論何處，到哪裡都忠心，一生活出基督福音的託付，獻給耶穌我所有的全部。而家係奉獻時間，正如經上說，個人要隨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難，不要勉強，因為捐得樂意的人是神所喜愛嘅。如果在座嘅朋友佢唔明白奉獻嘅意義，請唔好介意，將奉獻袋傳開就可以。我哋有請兩位司事。主的愛沒法猜透，為我死是拯救，基督捨罪友，為盡罪人犧牲，降下凡塵受苦困，讓眾生得拯救，恩典永伴隨，靠主得勝和困。我願能除下冰冷，用愛心相關顧，相處以熱誠，愛中真摯溫暖。我願能學習主愛，盡獻己先施予，今彼此親愛，人生感你大愛。我願能除下冰冷，用愛心相關顧，相處以熱誠，愛中真摯溫暖。我願能學效主愛，盡獻己先施予，今彼此親愛，人生感你大愛。今彼此相愛，人生感你大愛。請位低頭，我哋一同為獻金去禱告。人哋天父，你係嗰位有恩典、施慈愛、行公義嘅獨一真神。你嘅大能無法測度，你嘅聖潔無可比擬。主啊，好感謝你嗰份不離不棄嘅愛，使我哋縱使我哋係不配，但神你仍然差派咗你嘅獨生兒子嚟到我哋當中，拯救咗我哋，完成咗挽回祭，使我哋有永生嘅盼望。我哋要喺呢度衷心嘅感謝你。主啊，好感謝你，無論喺工作上面、生活上面都有豐足嘅供應同埋祝福，使我哋當我哋將啲微小嘅金錢去獻上，求主去祝福，並且使用喺你嘅聖工當中，使到我哋教會能夠成為鄰舍嘅燈台，更多人得着福音嘅好處，神得着最高嘅榮耀。以上簡單嘅禱告，乃奉我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祈求，阿門。而家係報告同祝福嘅時間，將時間交俾謝牧師。感謝神俾我哋一齊有敬拜神嘅時間。咁啊，見到阿梁太又再次嚟啊！我好開心啦。OK，咁啊，求神咧繼續帶領佢繼續去追求咧真理。咁又見到啲弟兄姊妹咧旅行翻嚟喎，咁啊歡迎一啲嘅弟兄姊妹平安翻嚟。
咁啊，我哋睇翻程序表內頁啊，或者係啲係啦，可能你係用翻手機。不過記住喎，我哋教會個 internet 死了，所以你即係幾日就已經，所以你要唔好話用呢個 WiFi，用翻自己個 data 算啦。咁你只能夠開到嘅。咁就嚟緊嘅星期咧有2個禱告會，咁其中一個咧星期2嗰個咧就係宣教祈禱月會，因為咧上個禮拜5咧係Anzac Day 假期，所以咧就改為嚟緊嘅禮拜2啦，夜晚8點鐘。咁呢一次咧我哋所支持嘅關牧師亦都會喺當中分享嘅。呢一次係會用國語進行嘅。咁我哋嘅每星期3嘅祈禱會咧仍然都繼續啦，我哋會Zoom 舉行啦，8點鐘星期3。咁呢次為我哋所支持嘅鄭歐牧師祈禱嘅。咁就下個星期日咧就係聖餐主日，請大家預備心靈去領受聖餐。咁下星期都開始咯喎。咁之前係啦，Eva 執事負責兒童事工嘅都講過啦。咁兒童事工嘅兒童主學啊或者崇拜咧就由下個禮拜開始咧就係9點開始嘅。OK，咁所以咧呢度都有個安排咧。咁所以如果有弟兄姊妹咧，如果你都有心幫手，如果睇一啲小朋友嘅話咧，即係當崇拜有啲真係有小朋友嚟嘅時候咧，你都話我知，等我以便安排可以照顧嗰啲有小朋友嘅，可以睇佢咁樣。咁就有一樣嘢好重要啦，就係5月18日，大家要 mark 低喎，特別係教會會員啦，因為嗰日咧係晏晝2點半至4點半咧係我哋第69次嘅會員大會，請大家預留時間。咁其他咧都可以你去睇啦。OK， 好，我哋一齊站立啦。我哋用信心領受上帝祝福。願賜平安嘅神親自使你們完全成聖，又願你們嘅靈魂體全然得蒙守護，在我們主耶穌基督再來嘅時候無可指責。願我們主耶穌基督嘅恩典與你們同在。阿門。清楚，莫咗隻散會。